呢度係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嘅博物館。喺1868年，香港消防隊正式成立，揭開本港消防同埋救護服務嘅歷史序幕。喺過去150年嚟，香港消防處無懼於火警同埋各類嘅災難嘅挑戰，茁壯成長，至現時嘅編制過萬嘅專業部門，喺滅火救援、救護、防火同埋調派及通訊各個嘅服務範疇均有足夠嘅進步，無負守護市民生命嘅財產。為咗慶祝香港消防處邁進150週年嘅重要里程，我哋特別策劃咗呢一個展覽，通過歷史文物啦、珍貴嘅圖片、錄像節目同埋互動嘅遊戲，與大家一齊回顧香港消防同埋救護服務嘅歷史同埋發展。呢一次嘅展覽得以順利舉行，全賴康樂同埋文化事務局鼎力協助籌劃，特此鳴謝。香港開埠初期，政府尚未設立專業嘅消防隊伍，每當祝融肆虐，都只得依靠軍隊同埋市民自發灌救。喺1856年2月，西環街市失火，中外商人有感火災會帶來威脅，紛紛出資籌集志願滅火隊同埋購置滅火嘅器材。喺1866年10月，皇后大道西發生火警，群眾冇辦法控制火勢，需要由軍隊炸毀附近嘅房屋，以遏止大火嘅蔓延。社會開始討論成立正式滅火隊嘅需要同埋政府喺滅火工作上嘅角色。喺1867年11月，上環一帶有貨倉起火，焚毀咗唔少嘅商鋪同埋房屋，並且釀成嚴重嘅人命傷亡同埋財物損失。時任嘅總督麥當勞認為志願滅火隊唔足夠應付緊急嘅事故，政府有必要盡快成立一支消防隊。喺1868年3月，總督麥當勞向英國政府建議喺香港成立正規嘅消防隊，由訓練有素嘅警員執行滅火工作，並且招募合適嘅志願人員幫手。同年5月政府刊登憲報，宣布成立香港消防隊，由消防監督總籌。喺1895年起，消防隊正式隸屬警隊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，消防監督一直多數係由警隊首長兼任嘅。喺1921年，當局因應公眾對消防服務嘅意見，逐步減少調派警員擔任消防員，改由經專門訓練嘅人負責消防嘅工作，以提升服務嘅效率同埋專業嘅水平。喺1930年代後期，全球政局日趨緊張，香港政府需喺1939年正式成立後備嘅消防隊，增加人手應付戰爭引發嘅緊急事故同埋消防服務嘅需求。消防隊成立初年，主要負責滅火工作。喺1880年代，香港史上第一艘滅火輪面世，消防隊開始執行海上滅火救援嘅任務。喺1919年，消防隊開始緊急救護車服務。喺1939年，後備消防隊成立，以支援正規嘅消防隊嘅職務。
及後備消防工作日趨專業。後備消防隊喺1975年解散，100多年嚟，消防人員嘅組織亦有所轉變。早期消防長官多數係由歐裔嘅人員擔任嘅，消防人員既然係華人，也有外籍人士。由1967年起，當局停止招聘外籍嘅消防人員。喺1992年林夕元獲任首位嘅華人處長，消防處所有嘅職位亦都由華人出任。喺1981年，消防處首度招聘女消防隊目，隨後招募行動組女消防隊長同埋員佐級人員。我哋喺圖片中睇見現時各式嘅消防車輛。消防隊在成立初期購置咗2輛蒸汽消防車，直至到1887年，消防隊擁有4輛蒸汽嘅消防車同埋9輛人力嘅消防車。由於人力消防車以人手運送至到火場，費時耗力，因此逐漸就被淘汰。喺1910年代，消防隊購入咗機動消防車，縮短消防到達火場嘅時間。喺1950年代，消防隊引入咗搶救嘅大雲梯，專門用於應付中等高度嘅消防救援工作。呢一輛大樓嘅梯間，1976年由較先進嘅油壓升降台取代嘅。時至今日，消防處擁有各式各樣、配備唔同裝置嘅消防車輛，包括咗拯救車啦、潛水嘅拯救車啦、呼吸器供應車、危害物質嘅處理車，仲有刺針式無積升降台車等特別嘅車輛提供服務。現役滅火輪7號滅火輪採用噴射式推進嘅系統，最高航速係35海里。輪上設有多項先進嘅設施同埋裝備，以提升在各類不同嘅環境之下救援行動嘅效率。原來消防隊嘅制服有分夏季同埋冬季，並且具備有不同場合穿着嘅制服，包括正式列隊和出席莊重場合時所穿嘅1級制服，擔任行政文書參事或者係教學職務時穿着嘅2級制服，以及在值勤或者行動時穿着嘅3級制服。此外喺事故現場執勤嘅人員需要穿着符合國際標準嘅防護衣物，以保護個人嘅安全，盡量減低風險。
救護車喺1919年，消防隊開始提供機動救護車嘅服務。鑑於公眾對緊急救護服務需求甚深，消防隊嘅救護車數量由1919年1架增加至1937年嘅10架，逐漸取代潔淨局提供嘅人力救護車嘅服務。喺1960年代，救護車配備2張可以接合嘅金屬帆布台床，必要時可以同時運送最多4名臥床傷病者。喺1967年，消防事務處為所有救護車裝上高頻度嘅無線電，方便通訊。喺2000年代起，救護車一律採用咗流線型嘅設計，以減低行車嘅風阻。車廂可以容納5名乘客同埋1名臥床嘅傷病者。喺2005年起，救護車均配備輔助醫療救護設施，救護車當值人員亦具備咗輔助醫療資格，可以為傷者提供所需嘅院前嘅輔助醫療服務。救護車發展嘅概念係運送傷病者工作早期由呢個潔淨局負責，直至到1919年，消防隊才開展緊急嘅救護服務。1928年，消防隊開始為隊員舉辦急救嘅課程，務求隊員喺運送傷者之餘，還能夠提供簡單嘅傷口護理服務。喺1960年代，隨住政府公布嘅消防服務架構與發展嘅報告，消防事務處成立救護區，除咗增加救護人手同埋救護車，亦為救護員提供正式嘅訓練，又在各區興建救護站。喺1973年，救護區升格為救護總區，為提升救護服務嘅水平，消防處喺1984年成立救護服務策劃小組，邀請當時嘅保安科、財政科、衛生科同埋醫務衛生署派員工響討論救護車服務嘅成本效益、行動調組同埋未來嘅發展計劃。我哋就參觀完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嘅博物館。